是来自屏东竹田的客家人吴志轩。我觉得我是一个拥抱梦想、抓住机会、不愿意放弃的大人。从小受家人的影响，就很喜欢海洋。虽然后来因为环境所需，必须要从事城市设计师的工作，但心之所趋又把我拉回海洋了。海底摄影师这个工作很棒，它可以让更多不会潜水的人透过我们看到海洋环境，那可以促使更多人重视海洋保育，让大家知道海洋不是只有海鲜，其实是还有很多海洋文化。我叫做 Sean， 然后我是来自屏东竹田的客家人。那我很开心来这边跟你们分享我在大堡礁打拼奋斗的故事。OK， 那为什么会到澳洲打工度假呢？其实我不像现在很多年轻人一样，就是去澳洲打工度假去了很多地方，我只待在同一个地方，就是大堡礁，就是凯恩斯。那就做了我就喜欢的潜水教练的工作，然后一路做到摄影师、海底摄影师，然后到现在是海底摄影师部门的主管。那我想先跟大家分享，那为什么当初会到澳洲打工度假？其实我在台北打拼了4年，就是做的是城市设计师的工作。那我觉得，如果你去打工度假1年或2年，回来之后是不是又要从零开始？那当时其实我很挣扎的时候呢，我从我的潜水教练陈启恩身上听到大堡礁潜水教练的工作机会。那当下呢就讨论好说，好，那我们就去做吧。但我们不知道说做这个决定，其实你要付出有多少的代价。一开始的时候呢，其实除了钱的部分之外，最重要的就是我女朋友的体能状况，因为对她一个都市女生来讲，其实她没有运动的习惯，她要去做这个工作其实很吃力。那我们就是利用晚上的时间，我们先从慢跑开始训练她，然后开始游泳。我女友在考完那天，她讲了一句话，我觉得很有意义，想跟大家分享。她说：“你不要害怕失败。”你要害怕的是你不敢去尝试。当你尝试跨出那第一步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。那接下来4个月呢，考完潜水教练师的4个月之后，我们就在垦丁的台湾潜水累积经验。实习之后呢，我们就到了澳洲去找工作。第1个礼拜很辛苦，因为澳洲消费水超高，但我们就不想要多花钱，所以我们就跟在那边。那很幸运的，在第2个礼拜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找到潜水公司愿意培训我们，但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痛苦的开始，因为英文环境，外国人他们就觉得，他们交代我们做的事情，同事或主管，很跟我们讲100%，我们可能只听得懂80%，那真的你做出来是只有50%，所以他们就觉得你怎么那么笨手笨脚，跟你讲什么都听不懂，做事也做错，所以其实很痛苦。那不过久而久之，我们很愿意努力尝试去练习，那同时间也都看得出来我们很努力在做，然后也很努力，也帮他们解决了很多中国客人的问题，所以他们其实就越来越喜欢跟我们工作。那当我工作的时候呢，其实你可以看到这印度客人其实是水性真的是蛮差的，这个是我印象非常深刻。他是一个70几岁的老伯伯，然后我带着他去浮潜，那其实他需要拄着拐杖，因为他脚有点问题。那当时花了很多时间在跟他练习。那带他出去绕之后呢，回来说他非常非常的开心，我就觉得这个工作可以带给别人快乐，是一个很有成就感的事情。那在工作4个月之后，有一个摄影师的职缺，就我的同事问我说，你要不要换来做潜水摄影师、海底摄影师 ？OK， 那我就说好啊，因为我本来就很喜欢拍照嘛，那我就去做。那但是其实我们的平台呢，一天可能最多有300个客人，但只有1个海底摄影师。所以你一个人要拍300个客人，所以是非常非常的困难，因为你在水里面要踢来踢去，会体能上会有很大的损耗。那时候你可以看到我的手是记满的时间，因为潜水的时间啊，或是我们海底摩托车的时间，会把它记在手上，我才不会确定我不会漏掉客人。但我觉得这个过程中最痛苦的就是相机的设定，因为一开始在拍客人的时候，客人一游过来，你一拍到他游走之后，再看啊太暗，来不及，客人已经游走了，所以你必须要很快的去改变你的设定，然后拍到好一点的照片。那我就是利用假日的时间跟我的主管说，我想要上传，然后但是我不领薪水，然后让我上来工作，我想要让自己赶快进步，因为我们的薪水是业绩制，所以你拍的照片越好，越多人喜欢，越多人买的话，你薪水就越高。那我必须要跟我同事去share我们的业绩，所以我就觉得，如果我拍的很烂，像夜前客人不买的话，我都会拖垮他们的业绩，他们就赚不到钱。所以我就非常的努力，想要赶快让自己就定位。然后很幸运的，在我工作
4到6个月的时候呢，我的业绩就从我们16个摄影师里面跑到第2名。我觉得是因为我很热爱这个工作，而且我原本就有一点底子，所以我很快就上手，加上我很努力，所以说公司的主管就跟我说：“你想不想留下来帮我们继续工作？我给你一个我们会担保你，然后让你可以得到澳洲永久居留的这个机会，签证的机会，但前提是必须要考过英文雅思英文的这个门槛，就对了。所以说，这又是一个更痛苦的开端了。大家可以看到这照片，这张照片我也是觉得很酷，因为自从我成为海底摄影师之后呢，我就会跟他感情非常好，因为我觉得我每天有3个小时时间跟他一起相处。那我觉得他很乖，台湾很难能够拍到这样的照片，因为它太好吃了，所以就被人家吃掉。但我们在澳洲其实是保育类的，所以你不能吃它，而且它这只苏美鱼它其实长到这么大只。那它对人就是很温驯，每个不同公司有他们自己独特的苏美鱼，就是都有他们自己的苏美鱼，所以我们就是帮客人跟苏美鱼拍照。那其实久而久之他就认识我，我一下水他就知道我，你就看到他一下水的时候，看他从远方游过来，你就那感觉真的很棒。然后你要离开的时候呢，他就游到你要上水面的地方，然后这样看着你，然后就有时候很舍不得，拜拜，然后就走了这样。所以我拍到这张照片，你就会觉得。真的，海底生物其实是很棒的，只是我们人一直觉得自己好像很厉害，把它们捕捞起来，不然其实它跟人是可以有这么棒的互动。然后这个海龟就像你跟它自拍一样，给你拍一张很好的照片，你就觉得哇，海底生物真的是很不可思议。在你还没出国之前，你其实是不会想到说你会变成这样子的。那当然，我觉得我做这个工作最开心的事情是，当我把照片印出来交到客人手上的时候，他看到照片的那个瞬间，哇，然后他跟我说你拍的真的很好，那我就觉得很感动。那晚上的时候我到睡觉之前，我都会很开心的睡着，就想到今天客人跟我讲一句话，对。那当然后面呢，就是我历经了11个月，然后考了6次英文考试，非常难熬，我觉得人生中很低潮的时间。原本我白天上班，然后晚上去上课。然后参加这个 English Academy 就是这个学校的课程，然后其实我觉得学习效果不好，为什么？因为白天上班很累，晚上还要在那边硬盯，其实效果不好。那我就这样盯了半年之后，觉得不太行，然后也没有考过，然后去找一个家教，然后那个家教老师就花了比较多的钱找个家教，他就陪着我一起念书，然后最后才在考了第6次的时候通过这个考试这样子。对，然后那时候我就不断地勉励自己说，没有无法达成的梦想，只有太早放弃了自己。那在我通过考试之后呢，刚好得知我们那边有个摄影比赛。其实一直以来我都没有自己的一个好的水底相机，我都是用公司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水底相机的器材设备其实太贵了，所以我没有多余的钱去更新我的摄影装备，所以我只能用公司的。但我就是那次刚好这个摄影比赛呢，我就想说，不然我就把我之前拍过的照片拿去台湾看。那其实我没有想要得名，因为我只觉得别人照片一定很厉害，我只想说去参加。那观摩别人的作品，那可以让自己技术再进步一点。所以我就去了参加比赛之后，坐在台下听，然后当他公布一般类微距第1名的时候呢，叫到我的名字，我想说不会吧？我从椅子上弹起来，然后冲上台上去领奖，所以这是我那时候第一名，因为他每个奖项只有两个名额，所以只有第1名跟第2名而已，所以就非常非常兴奋。然后看着台下很多人帮我鼓掌，我想心里面就觉得自己真的很了不起，就觉得可以在一个台湾人，然后在所有外国人面前，然后他们帮我鼓掌，然后得到这奖项，我就觉得非常开心，那个真的很激动。然后接下来那个颁奖人就跟我说：“你稍等一下。”我想说可能是要拍大合照吧 ，OK， 然后我就等了一下之后，就颁发下一个奖项，广角类第2名，结果又叫到我的名字，我想说不会吧，连中2个，果然就是这个逆光海龟的照片就让我得到了第二名，广角类第2名。特别是我在拍这张照片的时候，我当下其实非常非常兴奋，为什么？因为我看到一只海龟从水面上换气完之后，俯冲下水之后，我就在前面等着它，然后跟它一起往下游。那时候我们其实潜水的时候要做耳压，不然耳朵会痛。但那时候我已经顾不了做耳压，我就是跟它下潜，然后一直拍它的照片。这张照片其实看很漂亮，它其实很难拍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必须要
你必须要调好你的设定，让它的光打他海龟身上，但你又不能让他的后面过曝，所以说其实是很难拍到一张照片。我拍到当下，我非常非常的兴奋，觉得哇，这就是我要的那张照片。所以后来我去投比赛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好，把我最好的一张照片拿出来跟大家分享，这样子。所以那时候就非常的开心，也非常的兴奋，就是也是第一次比赛就获得2个奖项，我就觉得哇，当初那努力真的是，当以前的那些练习都是没有白费，就是没有好的摄影器材，但没关系，我就是因为我平常工作就是在做这个，所以我就多练习，没有客人的时候我就自己练习不同的设定，他最后获得这奖项就非常非常开心。我朋友一直跟我说，为什么你要这么硬自己去做这些好像没有很大意义，也不会让你赚钱的事情？但我就像我讲的，我很热爱分享，我希望自己的故事分享给更多人，让更多人看到，激发他们想要出去打工度假，或是说改变现状的一个勇气。最终梦想的背后，我觉得随时保持对工作的热情，你会引导到你找到最喜欢的工作。那而且你会渲染身边的你会感染身边的同事，就像我一样，我一直以来我对拍照、潜水都很有兴趣，没想到最后我就做了一个海底摄影师。我每天做工作就是帮客人拍照，帮他们拍影片，然后剪接给他们看，然后让他们很开心的把大堡礁最好的回忆带回去他们的国家。然后我觉得我很想跟现在年轻人分享，就是你不要在你可以辛苦的时候选择安逸，不然你就会在你要安逸的时候还必须辛苦的工作。这是我这4年来一路走来，我看到身边很多各个国家人他们的感想。因为我觉得我们年轻，我们应该要努力，这样的话你才不会年老的时候你还担心你必须要做一些很累的工作。再来就是感觉累的时候呢，其实你是处于人生的上坡，再继续跟下去，你就会发现你到那个高度。就是我一直以来在勉励我自己的话，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就是一直让自己一直跟在那边，跟在一个人生的上坡。那每次通过一个上坡，我就会觉得我自己做得很好。那总有一天你会站在最亮的位置，活成自己渴望的样子。就是像我现在，我觉得我每过一关，我就会觉得自己很开心，很有成就感，活成我自己原本渴望的那个样子。那希望分享给你们，在座所有人，你们也可以。第一步永远是最难的，但当你跨出去那一步的时候呢，其实就不会那么困难。那你跟下去，你就会活成自己当初渴望的那个样子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